也毋知要经什么年会吗？由民地理办公处甲该社区发展协会所合办的水高社文化季以及冠村年会大街，在直辖南区在地真侪传统店家所呈现的腊肉、烟肠甲大饼等冠村口味。记者会中，伫透早烧烧出炉的红菇粿，竟是有食过年头好到年尾等好格调，而这拢只是当中的一小部分。1月13到15有将近100间的店家来摆档，让大家一摆满足。我们今年的年货大街很不例外的，一定是要把我们原住户请回来，还有我们原住户的眷村口味的腊肉香肠，还有它的特色小吃。比如说我们的腊肉香肠，这个一定是必备的。那当然，今年比较不一样的是说，我们的文创的部分，我们今年在13号有做了一个红菇粿 DIY 哦，人讲吃粿好过年啦，吃粿大赚钱啦，所以呢，我们想利用这样子一个怀旧的一个氛围哈，让所有来到水交社年货大街的好朋友，他可以亲自来体验一下自己动手做红菇粿。该活动由里社区甲南区区公所合办，已经是第3档。根据了解，去年疫情虽然有办，不过并无起只，就已经有3-4千人次，所以相信今年会吸引更较侪人潮，邀请大家做回来水高社园区。我们都知道，我们南区的眷村富有非常丰富的眷村美食。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美食推展，我们希望就是说，把南区最好的眷村美食能够行销出去。那利用在年节之前呢，办理这样子的一个年货大街，让所有市民朋友到我们南区来我们水交社这边走走，那顺便采买我们的所需要的年货。记者会中，包括王家珍、周丽珍、甲李启伟3位议员，嘛拢亲自到场到宣传。王议员回忆伊心目当中的冠村美食甲妈妈的口味，希望甲所有社区职工做回来发扬在地美食。而且到时除了澎湃冠村年会，现场也阁有写春联、创意春联 DIY 等活动，加上街头艺人变脸等表演，感受台湾文化甲年节气氛。台湾新闻军职何秋芳采访报道。OK， 谢谢大家。